这个情况大概是怎么样？好，是这样的，我们在11月30日的时候下午1点30分左右，就发现说这个我们12K 第16号电杆有倾斜现象。那我们从当时开始，从11月30号开始，我们宜兰公路段奉我们局里面指示，我们就是在大雨期间24小时派人做一个监测。那我们在30号的时候已经初步做一个紧急处置，然后在1号的时候，12月1号的时候又发现，经我们的监测人员发现有更严重的严重倾斜，然后我们在1号的时候就把12公里16号电杆把它拆除掉，那当天晚上也紧急做边坡的挡土墙，已经变形的挡土墙做拆除，然后将已经破碎的土石做一个清除，然后一直到2号，我们2号凌晨、3号凌晨全部都已经复通。那但是这期间我们怕，因为只是一个喷浆护坡，只是一个临时处置，我们后续已经规划好，后续继续做加强，我们必须要打岩钉，然后我们在12月1号的时候在做清除的时候，有发现上面有一个裂缝。那我们上去山上看有裂缝的时候，我们也准备在接后续的断电封锁时养护时间带来做低压灌浆，这种工序都已经安排，预估会到下礼拜可以把所有的低压灌浆的程序都做好。那但是我们在今天早上的时候，在6点多的时候，我们现场监视的同仁在监视的时候，发现有土石脱落的情形。突然因为在5、6点的时候的风雨很大，然后有6、7点的时候有脱落情形，那我们就紧急通知两端站，然后也通知现在正在进行的区间车，请它停止。因为我们在9点钟的时候发现，我们在现场监视发现整个12K 加223部的边坡整个滑落下来，也就是我们从30号的时候发现的有异常现象的边坡。那它整个虽然我们经过了紧急处置，但是它还是很不幸，它还是脱落了。但是可幸的是，因为我们的人员在现场做一个监视，然后让我们成功的挡下2部区间车，让另外诱导区间车的乘客走公路，然后到我们活动站去启动我们接驳机制。那我们成功的挡下来以后，因为土石崩落的时候，也把我们的电力杆压坏，我们电力线已经停电。然后为什么车辆没办法出去？是因为停电，所以它没办法退出去。那距离北边离最近的大概约30公尺，比我们崩塌地点我们在7点半的时候将车辆阻止下来，然后因为7点半的时候随即发生电力线受损，导致区间车电力车辆没办法退出这个区域，然后在9点钟的时候崩落，那崩落下来的土石距离北端区间车最近的距离大概30公尺。